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發現係真㗎。如果坐同企姿勢唔好，隨時出現脊椎問題，例如寒背、駝背、脊柱側彎等各類痛症，手尾可以好長。逢星期日上晝10點，從身體健康時段內，我程海欣同自然醫學博士 Dr. Yan 為你講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國際脊柱側彎聯盟 back up 你健康。以下內容含有間接宣傳。從頭到腳，從內到外，從中醫到西醫，從養生到美顏，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好啦，10點半鐘休息之後翻嚟，繼續星期日早上嘅從身體健康。早晨啊 Dr. Yan。早晨，程主播，大家好。係啦，今日年28，係忙唔忙啊 Dr. Yan？都可以啊。係咁啊，喺過年前呢，咁好多啲唔同嘅工作嘅朋友咧，都要嗱嗱聲搞掂啲嘢啦。咁可能因為過年嘅時候有幾日假期啊嘛，大家都會休息一下嘅。不過喺呢個今日呢個日子咧，年28咧，我哋中國人傳統咧就年28就洗邋遢啦。咁啊，抹地啊、吸塵啊、抹窗啊，可能係執下嘢啊、抌下嘢咧，好容易咧就會整親噶咯。你有冇試過呢啲挨年嘅晚嘅時候，佢特別旺嘅啲生意有冇噶？都會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先介紹啊 Dr. Yan 先，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嘅創辦人啊，亦都係加拿大嘅自然醫學博士啦。自己咧就研發咗一套嘅骨骼重建工程，咁最主要咧就係利用神經嘅反射區。咁啊，當然喺我哋嘅節目時間入邊呢，喺過往呢都有送俾啲聽眾朋友呢做一啲全身嘅骨骼嘅檢查，係一個 AI 嘅智能檢測。咁啊，今日呢同樣都一樣係嘅，咁啊 Dr. Yan 都會講解一下吓。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登記嘅話呢，可以即刻打1834104，1834104。假期嘅時候你哋休唔休息啊？我哋休息啊。有邊幾日呢？初1至初9。初1至初9啊，咁啊，即係如果大家今日登記咗之後咧，就去到初10先正式開工噶啦。初9開始。初9開始，初9係一個好日子嚟嘅。我哋新城團拜咧都係初9呢一日嘅。咁好。係啊，冇錯。好，咁啊，講解下先，即係脊柱側彎呢。咁我每一次介紹個 Dr. Yan， 你都係呢一方面嘅專家嚟噶嘛。今日又會同我哋講啲咩咧？今日咧就會講一講好常見嘅，尤其是係挨年咁晚，好多時咧長輩嘅高危時刻嚟噶。因為點解咧？正如程主播咁講啦，有時候要走走趯趯啦，準備過年啦，亦都要係年28洗邋遢啦。咁好多時候我會聽到就係容易頭暈啊、腳軟啊，咁啊引發導致不可挽回嘅結果。即係點解呢？有時候呢，意外呢，聽起上嚟就係好突然嘅，但係脊椎問題呢，已經係暗中呢，係埋咗一啲炸彈喺度。係啊，咁最近有一個案例啦，有一位患有脊椎側彎同埋動脈硬化嘅68歲長者喺屋企呢，就係僅係因為抬頭晾衫嘅時候突然之間頭暈。咁佢就失去平衡跌倒，導致到呢髖部骨折。咁做完手術之後呢，個活動能力呢就驟降啊，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咁呢個其實唔單單係一個場意外嚟噶，因為脊椎側彎呢會導致嘅本體感嘅感覺失調啦，個腦供血呢就唔穩定，同埋呢個平衡力會下降，讓到長輩呢每行一步呢都係會有啲風險嘅邊緣啦。咁有一次呢輕微嘅滑倒或者頭暈，對於普通人嚟講係小事，但係對於長者嚟講就有機會係人生急轉彎嘅開始啦。我想問下 Dr. Yan 呢，脊柱側彎呢同即係頭先你講話嗰啲頭暈啊或者跌倒呢，係可唔可以解釋多啲俾我哋聽？有咩關係啦？即係我哋好似呢聽落去係即係唔關事，頭暈咁同我哋啲平衡啊同脊柱側彎之間嘅關係喺邊？因為我哋條脊柱係我哋嘅大陣嚟嘅，一個人嘅最主要嘅支撐係靠我哋副骨骼。咁我哋嘅脊柱呢，總共呢就有好多節嘅，頸椎7節，胸椎12節，腰椎5節，
肩椎兩節，咁每一節咧其實都係連落去我哋所有內臟嘅神經線，包括我哋嘅心肝脾肺腎啦，我哋嘅頸椎就主管我哋嘅腦部、眼耳口鼻三叉神經嘅神經線啦，咁同埋我哋嘅腰部主管就係我哋嘅腸胃消化系統啦，同埋生殖器官同埋我哋嘅下半身嘅神經線。咁呢樣嘢好重要。咁如果啲骨係點為之脊柱側彎呢？就係人嘅脊椎呢，係左右或者前後係處於一個唔係一個偏離一個正常嘅生理弧度。咁外觀上面我哋好容易睇到嘅就係高低膊啦，個背脊呢有一邊咧就拱起嘅，凸起嘅，或者腰部咧有一邊拱起嘅，另一邊咧就好似塌咗落去，大家叉住條腰感受下兩邊腰。咁兩邊腰嘅肉係咪平衡嘅咧？第一邊肉多，一邊肉少咧？會唔會肉多嗰邊咧就係硬啲嘅啲肌肉？摸下後面腰部肌肉會唔會硬啲？另外一邊就好腍嘅。咁如果係呢種情況，都有機會係有脊柱側彎。係。咁啱啱講話人嘅成條脊椎線都係連落去我哋所有內臟神經線啦。咁所以如果失衡嘅話，好多時啱啱所講話頭暈好大機會就係個頸椎出現咗錯位啦。頸椎錯位壓到神經線，壓到血管，就容易導致頭暈或者頭痛嘅情況。因為我哋成日講脊柱側彎呢，我自己個心裏邊諗啦，我見到大部分嘅個案呢，都係喺胸前啊，或者係即係都係圍繞住我哋嘅即係頸以下嘅位置啦，係啦。咁所以你頭先話頸個位啦，即係我諗下，即係通常頭暈我哋都講緊頸椎啲位置，點解會有關係咧？頸椎都會側彎噶，頸椎有7節，雖然就比較每一節比較精細，但係頸椎側彎點樣去睇咧？留意身邊會唔會有啲朋友或者親人親戚，經常個頭係歪斜嘅，即係側埋咗一邊，甚至乎係向前傾嘅。係除咗話睇有啲唔同之外，咁自己去做一啲測試，可唔可以知自己有冇頸嘅脊柱側彎嘅情況咧？絕對可以啊！我哋中心就會有一個3D 嘅 AI 智能分析嘅全身電腦掃描嘅一個測試，咁啊無輻射，亦都無痛無入侵性嘅。咁呢個測試咧，大概咧短幾分鐘，大家就可以有全身嘅一個精密嘅數據噶啦。咁又同大家講下啦。如果真係有呢一個脊柱側彎，即係頭先我哋講緊頸方面嘅問題咧，可以點樣處理咧？第一樣嘢檢查咗先咯，知道自己到底有咩問題。我聽過有啲人呢，即係當然你今日講有一個3D 全身骨骼 AI 嘅智能檢測，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我哋有10個名額嘅，咁大家都可以即刻打1834104去登記。咁與其呢自己估下，不如呢就揾啲專人呢幫你做一個全身嘅骨骼檢查。咁正如阿 Dr. Yan 咁講啦，呢個係一個非入侵性啦，亦都係無輻射啦、無傷害啦，又唔使擔心話做得多咧對身體有任何影響，因為佢係用一個智能啊，唔係入侵性嘅，亦都唔需要做啲乜嘢，有咩輻射嘅反應嘅吓，一個非入侵性 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咁我哋有10個名額嘅，電話號碼咧就係1834104，1834104。咁另外咧亦都可以 WhatsApp 俾阿 Dr. Yan 同埋佢哋嘅團隊啦，55415334，55415334。我頭先呢就講，我曾經聽過有啲人講呢，就話除咗用一啲智能嘅檢測之外呢，有時當你去你左邊右邊去擰個頭嘅時候呢，有時都會發現自己可能左邊我嗰個擰嘅角度會可以擰到大啲，右邊呢就會係細啲嘅。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即係比較容易啲自己做到，簡單啲。係咪呢個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仲有啲咩其他嘅檢測去自己做下嘅呢？或者有啲乜嘢嘅鍛煉係令到自己可以強化啲，冇咁容易令到條頸出現問題呢？第一樣嘢呢，一啲嘅風險放大嘅，我哋留意下自己身邊有啲咩跡象啊，或者長輩有咩跡象。如果我哋覺得平時行路嘅時候容易腳步浮浮，同埋呢好輕微會容易有頭暈或者頭痛嘅問題，又或者喺轉身啊、抬頭嘅時候啊，有時會個人重心好似失平衡，會差啲好似想跌低嗰一瞬間
翻。呢啲唔係年紀大咗嘅正常現象啊，呢啲就係脊椎同埋神經系統發出嘅紅色警報嚟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翻呢啲日常生活嘅細微嘅跡象，咁我哋要留意翻自己身體俾我哋嘅警號，係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啱啱講平時我哋日常生活點樣避免頸椎繼續錯位或者個情況越嚟越嚴重呢？嗱，要注意一樣嘢，而家科技越嚟越發達，好多時候我哋就會用電子產品會比較多，咁要注意翻就係個頭部唔好經常向前傾啦，我哋嘅工作職責除咗係幫人係啲骨骼去恢復翻一個正位之外，亦都係我哋講求一個持久而長遠嘅效果。咁所以我哋呢日常呢都係會教一啲辦公室一族啊、公公婆婆啊、學生啊，點樣注意翻自己嘅姿勢注意翻如果睇手機嘅時候呢，我哋條頸唔好向前傾。用電腦嘅時候亦都係，咁點樣知道自己條頸唔好向前傾啊？注意平時我哋嘅腰至頭可以微微向後挨啲咁多，咁個係挨嗰種感覺，唔係刻意用嚟挺直，咁個人會發現輕，同埋自然就可以挺直噶啦。咁同埋咧多啲咧係手心向前，手心向前咧其實打開我哋肩部嘅關節，令到佢冇咁容易係內旋內扣。係啊，咁呢啲都要注意翻。係先提翻啲聽眾先，有興趣登記一個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咧，記得啦，電話號碼係1834104，1834104。如果想用 WhatsApp 直接聯絡 Dr. Yan 同埋佢哋嘅團隊啦，55415334，55415334。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好多時咧，我哋都諗緊啲身體唔同嘅問題啊，關節啊、膝頭哥痛啊，或者即係啲脊啊、頸啊唔舒服啊、頭暈啊嗰啲咧，就一定係長者。咁頭先喺休息嘅時候咧，Dr. Yan 就同我講，佢唔係，最近呢都有一啲比較後生少少嘅，可能40歲啊、50歲嘅聽眾朋友咧，即係相對嚟講係年輕啲嘅，都會有一啲脊柱側彎啊，或者係頭暈啊係同個脊咧歪歪隻角度有關嘅。咁當然，我就希望大家今日咧把握住，我哋有10個名額係免費送俾大家，可以登記咧做一個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有時都係嘅，即係頭暈咧，可能你睇好多醫生咧都揾唔出嗰個病因啊，係啊，跟住又以為自己貧血啊，又係血壓高啊，咁但係 check 過晒所有嘢都冇事，搞嚟搞去，即係行咗好多冤枉路，原來咧發現咧係同自己嘅脊咧歪歪就角度有關嘅。嗱，今日早上咧我哋繼續有10個名額俾啲聽眾朋友，我唔知你都會唔會有頭先阿 Dr. Yan 講嘅一啲問題好似行路嘅時候覺得自己好容易會即係唔係好穩陣啊，想跌啦，又或者係甚至乎咧有時即係晾衫耷低頭一起身咁樣啦，或者係咩嗰啲咩屈膝咁樣起翻身咧，就會覺得自己有啲暈下天旋地轉嘅感覺有機會咧都係同你嘅頸嘅脊咧移咗位有關嘅。咁最安全、最妥當、穩陣嘅方法，梗係做檢查啦。3D 全新骨骼嘅 AI 智能檢測，我哋有10個免費嘅名額咧，俾聽眾朋友1834104，1834104可以即刻打嚟登記嘅。交俾阿 Dr. Yan 講下先，年青一族都有呢個問題係咪？係啊，我哋唔好忽視啊，例如平時有機會有運動嘅扭傷啦，或者咧有時候車禍追尾啦。咁咩叫追尾啊？追尾即係有時候我哋俾人喺後邊撞，俾人撞或者自己追到人，係呢一種啦，係啊。咁脊椎側彎，可能嗰一下就係挫，咁你又以為冇事，咁但係佢一挫咧，其實就已經令到個頸椎有機會係移咗位嘅。係啊，當刻未必有任何嘅。有啲係會延後先至發現㗎。會㗎，因為嘅咧年月累積㗎，嗰刻可能就撞到頸，但人嘅骨係環環相扣、互相牽引、互相帶動㗎嘛。咁慢慢累積，再加埋日常生活冇辦法一啲錯位啊，各方面啦，咁就會令到個情況係去到一個臨界點，先至會有跡象出現。先至有病徵。人嘅骨骼好得意嘅，其實同癌症有啲似嘅。初有問題嘅時候咧，係唔會有咩感覺嘅，然後去到一個有痛症發生，其實已經係身體俾我哋一個好明顯嘅一個警號。咁
更加要去正視要處理啊。係啊，所以如果要喺好初期嘅時間去發現嘅話呢，就真係要通過一啲即係精密嘅檢查先至可以睇到出嚟。咁呢個 3D 嘅全身骨骼 AI 智能檢測呢，正就係啦，話明係 3D 啊嘛，即係360度咁樣睇到晒嘅吓，每一個角度呢都睇到究竟你嘅脊呢係咪喺一個正常嘅生理弧度吓。咁啊，歡迎大家記得啦，今日早上把握住呢個機會，有10個免費嘅名額，1834104，1834104，係啦。咁你係咪有啲即係年青嘅朋友，即係稍微年青嘅個案都可以同我哋講下？有啊，脊椎側彎呢真係唔好忽視，有時候不堪一擊嘅，可能撞一撞，其實就讓身體係不堪一擊嘅。年輕人呢都要注意翻，就係一位呢有腰椎側彎嘅上班族，咁佢就喺健身房嗰度做一啲普通嘅一啲扭轉嘅動作啦，竟然導致急性嘅椎間盤突出，劇痛到喐唔到啊！咁另外呢，有一位頸椎有問題嘅大學生，喺一個輕微嘅交通追尾嘅事故入邊，佢係坐緊小巴㗎吓。別人呢就只係輕傷，但係佢就得到一個嚴重嘅一個揮邊樣嘅損傷啊，留下一個好嚴重嘅後遺症啦。所以我哋要知道呢，結構失衡嘅脊椎就好似一棟已經有裂縫嘅樓房咁樣，承受住日常嘅壓力，都勉勉強強啦，係咪？咁但係如果有啲突發嘅外力，不論係運動嘅傷害定還是意外嘅碰撞，都容易造成一啲災難性嘅後果嘅。咁呢啲外力呢，冇人能夠100%去預測同埋避免噶嘛，咁所以盡量令到自己成副骨呢係行得正企得正，咁係最重要。所以有時候呢，不論係自己嘅子女啦，或者年輕嘅家人啦，佢哋中意做運動，或者平時翻工啊，或者成日會覺得關節有咔咔聲啊，好唔穩定咁呢，佢哋望落去好似好健康嘅身體，但係就係因為呢啲嘅脊椎側彎，就因為脊椎側彎本身個結構已經歪歪斜斜噶啦嘛，就會令到咧成副骨架結構咧會變得相對比較脆弱。咁一次普通嘅籃球搶奪，又或者一次普通嘅平時搭巴士嘅剎車、急剎車，就有機會成為永久性嘅傷害嘅導火線啦。咁所以呢，有時候我哋要即刻要阻斷、隔絕呢啲風險啊。風險冇法預測啦，但係身體嘅脆弱性可以評估，可以加固。所以專業嘅檢查呢，能夠即時識別出我哋啦，同埋屋企人嘅脊椎之中嘅邊啲有脆弱嘅環節，然後通過一啲強化嘅結構穩定性，喺意外來臨之前啦，為身體築起一道最重要嘅防護牆啊！咁呢個係針對一啲不可以預知嘅風險，好關鍵嘅一個我哋嘅叫做幫自己去買定一個保險咯。你頭先嘅講法係咪即係話可以預防啊？即係骨骼可以強化，點樣強化法咧？點樣強化就係嗱，意外即係嗰個剎車就係唔可以預測噶啦。咁你嘅意思即係話，如果我哋預先已經強化咗自己嘅骨骼嘅咧，就算佢剎車咧，我嘅手即係身體嘅傷害都冇咁大。係啦，即係簡單嚟講，如果預先知道自己有脊椎側彎，咁就盡快處理啦。即係令到啲骨骼起碼改善咗，令到佢側彎嘅情況有所改善。咁人嘅骨骼本身咪我哋叫固本培元啊嘛。即係話咧，如果你本身有一個少少嘅問題，你係唔知道你有冇處理咧，又咁啱得咁巧遇上呢啲突然其來發生嘅事咧，咁你個問題就會比其他人呢，即係造成個傷害就會更加大咧。即係你本身都已經係有少少嘢噶啦，咁即係預防嘅方法咧，就即係話咧，要將自己本身有嘅一啲輕微或者你唔察覺嘅一啲可能係脊椎側彎嘅問題，或者其他同骨骼有關嘅問題咧，處理咗先。咁係啦，咁有事發生嘅時候，個傷害就冇咁大啦，係咪咁嘅意思咧？冇錯，絕對正確。係啦，先提翻啲聽眾先。今日早上呢，我哋有10個名額俾大家呢，可以做一個 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檢測。咁即係話呢，通過呢個檢測，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究竟有冇問題啦。咁頭先喺介紹阿 Dr. Yan 嘅時候都有講過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記得可以打1834104吓，即刻打嚟登記1834104。咁你自己本身呢，就係加拿大嘅自然醫學博士啦，咁亦都研發咗一套骨骼嘅重建工程。點樣幫到呢啲朋友去處理脊椎側彎嘅問題呢？咁第一樣嘢，我哋會係首先透過一個精密嘅檢測報告啦，然後睇翻個患者本身係有邊方面嘅問題，例如佢有長短腳，我哋一定會係萬丈高樓從地起啊嘛，就係由腳嗰邊開始幫患者去處理個問題先嘅，長短腳幫我糾正翻。
令到個患者本身長短腳嘅問題改善，咁每一下行路就唔會話兩邊受力唔平均嘅問題啦。跟住然後膝頭哥兩邊幫佢做翻平衡，然後盤骨相當之重要喎，承上而啟下。因為我哋平時坐嘅時候呢，我哋係靠個盤骨嚟到承托住成個人噶嘛，咁所以盤骨到底有冇歪斜啊，有冇旋扭啊，呢啲問題一定要及時要處理好。我諗啲聽眾都幾想知啦，究竟你自己研發嘅呢一套骨骼重建工程呢，係用緊一個咩方法啦？頭先你講咗個咩問題，我就點樣幫佢改啦？係點樣？係通過啲咩嘅理論啊，或者係實際上去做啲乜嘢嚟到矯正佢嘅問題啦？其實啱啱就一開始都講咗啦，人嘅成條脊柱骨咧，就有充滿晒好多神經線。咁我哋透過一個神經反射區嘅一個刺激嘅原理，咁用一個精密嘅儀器啦，咁啊 FDA 嘅認可嘅儀器啦，美國生產嘅，咁就喺我哋全身嘅骨骼嘅神經反射區，同身體每一下都係同緊身體去對話。即係譬如我處理長短腳，然後處理完佢嘅膝頭哥高低，再處理完盤骨之後呢，有好多患者呢本身嘅駝背問題，或者因為脊柱側彎而背部有一邊隆起嘅問題，咁就會平復咗好多。我因為自己本身有做過呢個骨骼嘅重建工程啦，咁所以呢，即係可以講多少少俾大家聽嘅。嗱，我呢個係一個比喻咧，當然佢 not exactly 係只係一個錘仔咁簡單，但我成個感覺就係Dr. Yan 會喺我由腳板啊一路去到身體，一路由腳由下而上一啲唔同嘅位置咧，你好似覺得佢用嗰個頭先佢講話已經經過一個即係 approve 嘅一個儀器，好似揼有呢啲咁嘅感覺，但係唔痛嘅，唔入侵性嘅，係完全係即係唔會係傷害到身體嘅。咁個感覺大致上係咁啊。咁當然如果真係有問題嘅時候，都有唔同嘅方法去處理。想了解多啲嘅話咧，嗱，先做一個 3D 嘅全身骨骼嘅 AI 智能檢測，要知道自己有冇問題先。電話號碼係1834104，1834104，可以而家打嚟登記啦。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低級你健康，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喺背後默默支持。